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6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参选台南市第4选区立委的议员林义进，上午以22档议员的生涯，最后一届心情来进行总质询，针对三亚溪治水以及番仔寮工业区等牵涉中央经费的部分，伊强调，如果会当顺利进入国会，一定会积极争取，嘛期待大家明年卖伫的议会，搁再看到伊。议员林健表示，三亚溪差不多拄大雨就一定淹。虽然中央已经补助31亿经费来整治下游的河道，预计完工以后会当减少20公顷的饮水面积。不过，包括万大桥拓宽、祭坛桥的护环整治，到底进度如何？要求市府加紧脚步。就是祭坛桥段的这个护岸的整治工程，再来就是万代桥的拓宽的进度，还有万代桥下游的这个清淤疏浚哦。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水利局长简单回答？整个祭坛桥到那个土库沟这一段的话可以完成。那现在一甲排水跟土库沟排水这个部分是永钢公所在做的哈。那可能大概还要半年的时间以上。那万代桥目前拓宽进度是公务局他们在办理。那整个万代桥下游的疏浚除了这个疏浚以外，目前它在中华医大有一个工程，那个六合局已经发包了。那在它的对岸就是2个赤龙子旁边，我们大概目前在上网在准备发包施工。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剩下部分因为今年的话刚好813的淹水，那整个三爷溪它有议案。所以中央非常重视，本来是他们打算说4年内把它完成，现在他们可能7成，他们在调整，可能希望能够3年内把它整治好这样。今日总质询，议员林健表示，伫到立委选举以后，这有可能是22档的议员生涯最后一摆市政总质询。所建议数项都是有关台南发展，以治水为例，强调只要顺利进入国会，一定会担任市民市府上强的后盾，向中央争取经费。这几年，包括苏焕智县长、赖清德市长、李梦燕代理市长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整治已经降为全国1/5了。可是还是人民，因为只要有一点点淹水，积淹水了，人民就会抱怨我想这个淹水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于人民强烈相关，所以要拜托这个我们市府团队对于治水这件事情要放在心上，而且要努力去争取经费那反正无论如何未来如果我前进国会，一定当市长最大的后盾，争取经费的最大后盾那所以这个三爷溪的部分，请市府团队要努力执行，让治水的工程把它整治完成，彻底解决这个淹水的问题。最后，议员林健嘛表示，眼控新市是台南科工产业的上中心，新化则是沙城观光旅游的门户。除了要求加强这3区的优势，嘛积极要求市府向中央争取设立番仔寮工业区，让产业完整，再创就业机会。台南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天拢有真侪人出入的安南区公所，虽然5年前曾经被鉴定是危楼，嘛进行过补强，不过员工也是有顾虑，所以透过议员王金德伫总质询向市府请命，希望另外找所在搬迁或者是原地重建。议员表示，103年安南区公所曾经被鉴定是危楼，虽然已经补强，但是经过控制地动以后，员工也是真烦恼，结果会出问题，所以向议员王金德申请，希望有机会另外找机关用地搬迁。对此，议员伫总质询就建议伫上6座公园用地来起，或者是原地重建，希望市府积极建议评估。但是经过0206搁一遍的调动，所以大家咧真担忧，即嘛安南公所伊的堪用度到啥物程度啦大家伫遐上班即个
同仁吼，大家拢会担忧啦。啊，我就一直替咱安南区公所要找一块所在来登记。啊，但是我顶回去迄阵有找一块机关用地，但是迄个机关用地是算还阁属私人吼，中华公司的。咱市政府若要甲买吼，迄开价阁几若亿啦吼，几若亿。啊，真无彩迄阵草湖中华的时阵吼，咱无去注意着即件，无去预定啊，甲留一块咱要用的地啦吼。啊，即摆已经无法度。啊，尾啊，我嘛是安尼想吼，去找，拄咱360吼，啊，有一块公用地，伊才有3公顷外吼，3公顷外。啊，伊的占比率是15%啦。若讲会当去是还阁有1,700平会当去啦。要用这个重合方式来办理的，这个公用地哈啊，所以公务机关在这里设可能大概是有问题的有机会吗？大概机会不大，机会不大。有找新的土地，啊，若无是毋是考虑这个原地重建，去评估看卖，评估看卖。这部分阮来评估，阮来积极来找地。另外，新界港区服务中心10月中再度热烈办落成启用典礼，市府嘛预估将为台南创造1万个工作机会，并且高产业的进驻，一档将早来380亿的产单。不过，伫青营背后，议员王金德正烦恼港区周边的排水不良，以共下落一段124项为例，不只予农民因此受惊，规起租户违规工厂使用，需要求市府彻底提出解决办法。周边拢农产、拢农地，啊，排水系统本来咱的农业区排水系统就拢有较无遐完全，啊，所以会造成啦落大雨吼。周边的农地吼，会去淹水。当然牵涉到港区主管是经发局，啊，这个排水吼，有牵涉到这个工务局，甲这个水利局，阮这内部才来整合一个会勘的记录，看这个问题是出伫对，是毋是爱重新开辟水路，还是甲这个原来排水设施从斩断的部分拍通。新界港区开发是淡市第一项开发的典范，不过周边农地嘛袂当放咧拍。如何拍通水路、重新开辟，拢有待进一步检讨。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解决偏远地区的公共运输，市府为今年初伫白河玉井试办小黄公车的服务，得到居民的肯定以后，交通部再次核定每年小黄公车的第2期补助，而且将会扩大到指定关庙等6条路线。对此，议员吴通良伫总集时嘛积极向市府争取，爱扩大到6家大内顶偏乡做服务。为了弥补偏远地区不足的公共运输，市府伫白河玉井试办小黄公车以后，因为客运车的收费比较公车，不止服务的市民买当节省公车营运的费用，反应相当好。所以议员吴通良嘛要替6家关田甲大内顶偏远的区域来请命，希望市府扩大服务，互较庄卡乡亲同款行动无障碍。6家嘛有一个王爷大区交通不便的。的所在啦吼，那么大来更加免讲啊，那么咱关田嘛共款，大家迄方面拢是山区啦，伫交通不便的班次嘛少，人口嘛少，但是咧，因真有时候真的受到很像阮迄个王爷吼，我行到王爷的时阵，大区的时阵吼，你敢知影？有咱百姓甲我讲吼，议员，阮下早时啊来甲阮载一班车，假使讲7点出去。下晡时啊5点才回来安尼啦。啊，你讲阮坐出去，啊要回来中昼要回来煮饭的时阵怎？还是讲出去6家看病院看要安怎？回来要安怎？啊，等下5点吗？还是叫阮家坐计程车回来咧？啊，你就知影这庄卡人吼，山区的经济上偌好，好甲歹恁拢足清楚。为什么我会特别对在庄卡的人，哎，甚至从王爷大区的人，一寡道路拢会尽量引导卡手来。咱知影民间的苦。我相信市长你嘛足清楚，苦民所苦，这毋是干那客气讲，爱真正去落实到。所以我要问你讲吼，阮6家关田大内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当来设小黄公车？已经跟中央争取到第2期的计划。那第2期计划，因为一开始我们会先从
比较干支线公车路线末端就是效率比较不好的路线来做这个代替那所以明年会开始执行的这个第2期计划会在比较西南就是比较偏乡的地方来做这个山区的地方来做这个替代。那我也请我们军事同联跟成大的区研中心做合作，我们研拟了一个3期计划，所以第3期会在这个目前没有公车服务的地方来补这个缝隙的需要，所以6甲、关田跟大内我们会把它放在第3期的计划。接下来针对关田南123道路，10当前曾经因为涨大水，白白淹死一条国中生的性命一案，议员表示，为了这件，伊每一个会期拢一定会向市府争取拓宽，结果100年的答应要做，却因为经费不足一直下咧。想为再次寄望市长黄伟哲任内会当处理，避免搁再有遗憾。英国迄个囡仔偌可怜，因老爸都生迄个查甫的呢，生2个祖囝呢，为着迄个囡仔迄淹死的时阵，即马过2当时含老爸死呢，毋知是烦恼操心呢，有可怜无？这真的很一样的啦。也不希望看到第2次，也过意不去了。所以说，我们尽速来处理。如果可以分年编经费，说分年处理。议员表示，伊其实话少，毋过为了替当地民众发声，争取应该有的权益，伊伫总之阵一定是全力以赴，以实在倾责来服务市民。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大胜县城市所发起的冬青树爱心会，是一阵地方的善心人士所组成的。虽然不是大企业的头家，但是大家拢真热心的帮助弱势民众甲学生。这个爱心会也捐赠奖助金，予南区甲安平区的5间国中。伫个议员林美燕的牵线之下，6号下晡将奖学金交予学校的代表。冬青树爱心会是由一群地方的善心人士所组成的。参与的成员也拢毋是大企业的头家，拢是一般的民众，但是大家的爱心拢不落人后。这间爱心会捐款予南区甲安平区的5间国中，虽然金额无悬，但是拢会使感受到因的爱心，这也予市议员林美燕非常的感动。这一次的名单里面总有14个，5万5来自14个人的爱心。我们有看到这里面有的金额最少是200，有的是3600，最多3600。那我们这样不要讲这个数字，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爱心，真的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做爱心不分身份，也不分高低。我们有看到这些人真的关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真的要给他们掌声。我们也期待冬青树爱心会能够一直这个精神能够继续传演下去，传承下去，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一起关心我们的教育这个领域，关心落实出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馨。我想这是冬青树爱心会一开始创会的时候，他们集合之下有了最终的一个宗旨。以我们代理市长来讲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脊髓损伤的一个患者，然后他现在是中年，就是瘫痪在床，他行动不便，但是呢，因为他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受过人家的一个恩惠，所以他有去发现，就是说，等到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也是要去做一些回馈的事情。所以呢，即使他后来是因为有受伤，然后脊髓损伤了之后，但是他这一份初心还是没有改变。那我们这些会员呢，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都是被他感动到，所以我们才自愿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好，那今天带来的这个奖学金，说实在的，数量真的是不多只能算是尽我们一些绵薄之力。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学校们收到这一笔金额的话，能够去发放给真正需要的，然后需要值得鼓励、需要值得勉励的这些学子们。受赠的5间国中也一一上上感谢中，校长也表示，透过安尼的善心行动，相信一定会使帮助更较侪学生。真正足感谢啦！我拄则要来遮进前，拄伫校咧开教育储蓄户啦，发现即摆学校内底学生他们的那个落差非常的大，社经背景学校真的是现在是2极化啦。虽然家境好的足侪，但是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还是很多。
甚至于还有很多是隐性的，一波中低收入户身份，但是他的家庭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协助的。那在这方面呢，走咱咱来让愈济愈好啦我们说积益成裘嘛这个滴水穿石，让我们汇集众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回到正轨，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那我想这个也是今天林议员跟我们东青树爱心基金会发起这样的一个捐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跟原因啦借由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汇整，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会长新兴国中的家长会会长也表示，将会邀请家长会的成员来加入东青树爱心会。希望安尼的善行会使持续落去，但新闻国无伊采访报道。第二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呆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爆米香是50年代上热门的点心，不过现主时因为选择愈来愈多，互爆米香也愈来愈少。有一位制作爆米香的头家赖永金，为了让这个古早味继续传承落去，甲伊的后生非常打拼来做爆米香，透过镜头做回来了解。伫师傅分bé仔后，嘣一声，就会使看到一尊白烟，这就是爆米香上知名的画面。接下来将爆好的米放到充满麦的糖的鼎内面去炒，最后将米放到专用的模仔内面，切出大家印象中的爆米香。虽然是过去知名的四手仔，但是现在的人可能愈来愈少看到。上大的原因之就是现在四手仔的选择愈来愈多，会想要食爆米香的人也愈来愈少。这位赖永金先生甲伊的后生，就为了延续这个古早味，10几年来拢开了这台发财车，伫白河地区四处走踪。伊表示，会来卖爆米香，是因为这是属于迄个年代的四手仔，并无希望伊消失去。早期就是我们算是50年代，那个时候没什么零食，最好的零食就是爆米香，然后后来一直演进到什么东西都有，零食一大堆。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喜欢吃这一种，做的人就愈来愈少，因为无销路。他们都吃别种东西，这种的就较少人接受。所以即马这类物件，剩老一辈子的这四大人家较爱食，年轻人都不喜欢吃。师傅表示，制作爆米香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这个煮麦的糖。如果无掌握好，可能会无好食，甚至会互爆米香做袂起来。也佫有天气的影响，如果风伤透，会互制作的过程更加困难。困难就是这个煮麦芽，煮太熟的话，它粘不住，会散掉。
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它不会脆，不好吃，口感不好。所以那个火候要拿捏到一定的程度，这样才可以。因为像我在做的话，我都在车上，门关起来，因为做的过程就是不要风吹，然后不要太冷，太冷的话我们动作太慢了，做不起来。今天我们坐在外面，你看风这么大，再做就有点困难。如果想要食到这个古早味的爆米香，民众也会使到白河地区看看。如果看到赖永金先生因病仔囝甲这台发财车，就有机会食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四修啊！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位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每一档拢会为偏乡的学生募集运动鞋，已经持续10档，总共募集超过1600箱的运动鞋。今年活动正式展开，一直到11月24号，希望伫个圣诞节进前，会当为台南市的偏乡学童募集到160箱的运动鞋。每一年都会为偏乡的学生募集运动鞋的百货业者，已经持续10年，总共募集超过1600箱的球鞋。今年也持续来为偏乡的8间学校的学生募集球鞋。对今仔日开始到11月24号，希望会使号召善心人士共同来募集这160箱的球鞋。今年适逢远东集团70周年，远东百货在台湾立足也已经52年了。那这10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帮助偏乡的小朋友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运动鞋。我想有一件事情可以连续做10年，表示真的需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远东百货一直在社会公益这一块，我们一直肩负起我们在地的责任。那我们对于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的小朋友，我们一直不遗余力。那远东百货，尤其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塑造爱的串联的一个全台的公益活动。那台南大圆柏自从10年前，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我们得知的家福中心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不是有着很舒适的鞋子可以穿着，所以我们在当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展开了募鞋的行动。那我们成功的每一年大概会募集150双左右的新鞋子，然后提供给我们有需要的小朋友。那这10年来，这样的活动已经变成是在我们圣诞节期间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这10年期间也得到很多友善的人，还有社会各界，还有我们的柜姐们帮助。那我们每次的活动都能够相当的成功。那今年适逢10周年，那我们会把名额从预计的原本的150双，我们可能会提高到160双左右。希望能在借由这样的机会里面呢，来帮助更多的需要的人。跑吧，我们一起向前冲！这是大圆柏关怀儿童的募鞋活动。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圆柏都会举办这一种关怀儿童的活动。这个意义非凡，一双暖暖的鞋穿到脚上，让他们能够行走无碍，往前冲。相信这个善举可以唤起我们社会大众的善心，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我们社会大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为大圆柏这个善行一起来努力。想要参与这个爱心活动的民众，会使到百货6楼的客服中心来领买球鞋，每一箱只要990块。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在活动期间来募集到160箱的球鞋，送予学生来当作圣诞礼物。台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一般传统的肝癌筛检，1公分以下的肿瘤并无容易发现，所以奇美医学中心引进新型的影像辅助系统，除了检测手术的意外，也当帮助医生找到更较细粒的肿瘤。画面当中非常明显的肿瘤，就是透过这个 ICG 荧光显影系统所呈现的画面。亲像安尼的肿瘤，过去的检查并无法度看了非常清楚，但是现在透过予病人注电侵滤，利用药剂停留伫肝脏的时间较短，留伫肿瘤的时间明显较长，予医生伫手术的时阵会使参考肿瘤顶面的荧光范围，确定肿瘤的位置甲大小，达到精准测图。
减少肝脏组织的损失。这个新型的这个电清滤这个影像辅助系统可以使用在我们肝脏肿瘤像常见的肝癌还有在大肠癌的肝脏转移的肿瘤的病人都适用。那我们是利用这个肿瘤的特性因为这个电清滤滞留在这个肿瘤时间会比一般的肝脏组织来的长所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在手术当下可以看到肝脏是完全代谢完这个电清滤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凸显出来，把这个肿瘤都找得到。那一般我们目前临床使用上可以找到最小的肿瘤大概0.2公分的一个肝脏的肿瘤，所以在一般影像来说，可能侦测普遍性来说都是在0.5公分左右，所以在影像还没办法侦测到的肿瘤，我们在手术当中就可以把它找出来了。医生强调，这新型的辅助系统虽然较袂受到身体组织的干扰，但如果是肝脏表面较深层的肿瘤，可能会因为系统的限制，较无法度侦测到。所以医生也会搭配传统的电脑断层检查，有了这个系统，就会使提高手术成功率，甲发现过去无容易发现的病变。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